各位小朋友，歡迎你哋收睇最新一輯嘅時事望遠鏡。大家好，我係莉莉紅。大家好，我係皮希龍。皮希龍，最近舉行緊一場精彩又熱鬧嘅體育盛事，你知唔知係咩啊？當然知道，係全運會啊！冇錯，2025年第15屆全運會已經開始啦。全運會指嘅係全國運動會，係中國水平最高、規模最大嘅運動會，每4年舉行一次。嚟自全國各地嘅運動員都會一齊比賽，展示自己嘅運動實力。今屆全運會嘅舉辦地點好特別，唔係只係一個城市，而係第一次由廣東、香港、澳門3地一齊舉辦。你睇，今屆全運會嘅2隻吉祥物頭上有3朵唔同顏色嘅小水花，正係分別代表粵、港、澳3地。紅色代表廣東嘅木棉花，紫色代表香港嘅紫荊花，綠色代表澳門嘅蓮花。呢2隻吉祥物都係以中華白海豚為原型，白色呢隻叫喜洋洋，粉紅色呢隻叫樂融融，寓意喜氣洋洋，其樂融融，團圓和美。今屆全運會會喺2025年11月9號至21號舉行，為期13日，一共設有34個競賽項目，例如游泳、田徑、體操、羽毛球、排球、乒乓波、舉重等。當中，香港賽區會主辦8個競賽項目，包括場地單車、劍擊、高爾夫球、男子手球、7人欖球、3項鐵人、沙灘排球、男子籃球、22歲以下組別。到時候香港嘅觀眾可以近距離欣賞精彩賽事，為運動員打打氣。今次香港隊將派出超過600名運動員參與28個競賽項目。小朋友，你最中意邊一個運動項目呢？同屋企人一齊觀看全運會嘅比賽，為香港代表隊加油啦！我哋下集時事望遠鏡再見，拜拜。